工聯會喺4月28日舉辦5·1國際勞動節酒會，邀請咗政府官員、社會各界，包括勞工界、商界、政黨、友好團體、同鄉社團等，超過1000人出席，場面熱鬧。香港進入由治及興嘅新階段，新時代工運要有新作為。我哋工聯會將不忘初心，堅持貫徹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與嘅工運方針，以共建共榮、共享共贏為理念，與時俱進，改革創新，識變、應變、求變，要喺找準問題、積極反映工友嘅訴求基礎上，仲要提出具體可行嘅意見建議，加強同各界嘅溝通，凝聚社會嘅共識，共同推動去解決打工仔最關心、反映最強烈嘅問題。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全港打工仔嘅辛勤付出，認為佢哋喺香港社會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基石力量，同時又肯定工聯會為本地勞工、香港社會以至國家發展所作出嘅積極貢獻。感謝各行各業嘅打工仔女，你哋辛勤工作、敬業樂業，係香港社會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基石力量。我讚賞工聯會一直以來就打工仔女嘅工作環境、待遇同埋福利等，都表現出無微不至嘅關心，並且發揮力量，同政府攜手提升勞工福祉，共同創造樂業、和諧、穩定嘅社會。工聯會負責人聯同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李家超、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房屋局處理局長戴尚成、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劉松林以及一眾祝酒嘉賓一齊向全港勞動者致以最崇高敬意。各位嘉賓、各位朋友，讓我哋共同舉杯，祝我哋嘅祖國富強昌盛，我哋香港人人樂業安居，社會更加和諧穩定繁榮。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勞動節快樂！